你知道吗？失眠不是因为手机，不是因为咖啡，而是因为你的命门之火正在燃烧自己。看看现在的你，是不是这样？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眼睛明明很累，但脑袋就是停不下来。白天上班时，你还要强撑着笑容面对同事，但你的身体就像一盏快要烧前油的古灯，摇摇欲坠。如果你现在不把这支影片看完，你将会错失这把生命的钥匙。后果是什么？慢性失眠会导致精神衰弱，接着影响心血管系统，最终你的整个生命都会受到威胁。黄帝内经里说得很清楚，阳入则寐，阴出则寤，意思是白天阳气要往外走，晚上阳气必须回到体内。但现代人的问题在哪？我们的阳气被过度消耗，无法正常归位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身体就像一座古城，白天城门大开，阳气出去工作，晚上城门应该关闭，让阳气回家休息。但如果城门坏了，阳气回不来，你就会一直醒着，直到身体完全垮掉。现在全世界有超过3亿人患有睡眠障碍，在台湾，每4个人中就有1个人有失眠问题。这不是单纯的生活压力，这是整个文明的警讯。失眠不是小事，是整个生命在呼救。你的肝在求救，你的心在求救，你的肾在求救。如果你再不重视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千年秘密，一个能让你重新掌控夜晚的古老智慧。这不是什么昂贵的药物，不是什么高科技设备，而是一杯看似平凡却蕴含无穷力量的黄金水。让我们先冷静下来，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睡眠。西医告诉我们，睡眠是由褪黑激素、血清素、皮质醇这些荷尔蒙在大脑中精密调控的过程。当太阳下山时，松果体开始分泌褪黑激素，让我们产生睡意。但是中医的观点更加深刻，我们认为睡眠不仅是大脑的休息，更是整个气血系统的重新调配。白天阳气在外工作，晚上阴气主导，让阳气回到五脏六腑中滋养修复。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说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两种医学系统的差别在哪里？西医给你安眠药，本质上是麻醉神经，让你的大脑被迫关机，而中医调理气血是让身体自己入睡，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让我分享一个真实案例。台北有位中医师张明道，他遇过一个28岁的女病患，失眠已经5年了，他试遍了各种西药，从轻微的助眠剂到强效的安眠药，但始终治标不治本，每天晚上都要靠药物才能入睡，白天精神萎靡，工作效率极低。张医师检查后发现，这个女孩的问题不在大脑，而在肝郁。因为长期工作压力、情绪积压、肝气郁结，导致气血运行不畅。她没有开任何安眠药，而是用疏肝解郁的方法，配合黄金水的调理。3个礼拜后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这个女孩第一次不用药物就能自然入睡，而且睡得很深很沉。当她意识到这个改变时，在枕间哭得不能自己。她说，原来失眠不是脑子有问题，而是心里堵住了。这就是中医的精髓所在。我们不只治症状，我们治根源。当你的气血调和了，阴阳平衡了，睡眠自然就恢复了。这不是什么玄学，而是几千年来无数医家验证过的医学真理。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，长期使用安眠药会产生依赖性和耐药性，而且会影响深度睡眠的品质。相反地，中医的方法是帮助身体恢复自然的睡眠节律，没有任何副作用。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。台南有位李先生，今年65岁，是个传统的台湾男人。他的失眠问题已经持续了10几年，每天晚上3点准时醒来，然后就再也睡不住了。他试过各种方法，看过无数医生，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李先生从小在一个非常严厉的家庭长大，父亲是军人，从不允许他表达情感。男人不能哭，这句话伴随了他一生。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他也只能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心底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无意中听到一首老歌，是他年轻时和妻子一起听过的。
那一刻，他想起了妻子过世前的最后一段时光，想起了那些从未说出口的话，想起了一生中所有被压抑的眼泪。那个晚上，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男人终于哭了。他哭得很久很久，哭完之后，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更神奇的是，那一晚他连续睡了6个小时，是10年来最好的一次睡眠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农本草经说，五味入口，各归其所。这句话不只是在说食物和药物，更是在说情感和精神状态。我们吃进去的不只是营养，更是情绪。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药材，更是心灵的调和。现代人的失眠，很多时候不是身体的问题，而是心理的问题。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压的社会里，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挑战和压力，但我们被教育要坚强，要忍耐，要把所有的情绪都藏起来。中医有句话叫情志不舒，百病丛生，意思是说，如果你的情绪长期得不到抒发，各种疾病都会找上门来。失眠只是其中一种表现而已。你可能会问，那该怎么办？答案很简单，学会与自己的情感和解，学会适当的表达和释放。这不是软弱，而是智慧。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情感都无法面对，又如何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呢？这就是为什么单纯的药物治疗往往效果有限，因为它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。真正的治疗必须包括身体、情感、精神3个层面的调和，而黄金水的妙用正在于它能够同时作用于这3个层面。现在让我们用平静的心情来探讨这个神奇的黄金水配方。这不是什么神秘的仙丹，而是流传千年的中华民间智慧。黄金水的组成非常简单，只有3味药材：生姜、红枣、陈皮。看起来平凡无奇，但当它们组合在一起时，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协同效应。首先说生姜，生姜性温，入肺、脾、胃经。它的主要作用是温中散寒，活血通络。现代研究发现，生姜中的姜辣素能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基础代谢率，帮助身体产生温暖的能量。在睡前适量服用，能让全身气血运行更加顺畅。再说红枣，红枣甘温，入脾、胃经，有补气安神的功效。本草纲目记载，大枣气味甘平，养脾气，平胃气，通9窍，助12经。红枣中含有丰富的环磷酸性苷，这是一种天然的镇静剂，能够调节神经系统，促进安眠。最后是陈皮，陈皮是橘子皮经过长时间陈化而成，性温，入脾、肺经。它的作用是理气健脾，化痰止咳。在这个配方中，陈皮扮演着调和诸药的角色，能让生姜和红枣的药效发挥得更加完美。当这3味药材集合在一起时，会产生什么效果？生姜负责启动，让气血开始流动；红枣负责滋养，为身体提供安神的能量；陈皮负责调节，确保整个过程平稳进行。3味合一就是黄金之水。这不是普通的饮品，而是夜里收心的钥匙。你可能会怀疑，这么简单的东西真的有用吗？让我告诉你，中医的智慧往往就在这种看似平凡的组合中。我们的祖先没有现代的科学仪器，但他们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。经过千百年的验证，这些配方才会流传至今。黄金水不是让你立刻昏睡的迷魂汤，而是帮助你的身体重新找回自然睡眠节律的温和助手。它作用缓慢但深刻，就像春雨润物一般，悄悄地调理着你的5脏6腑。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重要的比较，看看中医和西医在治疗失眠方面的根本差异。西医的处理方式很直接，检测大脑中的神经传导物质，发现褪黑激素不足就补充褪黑激素，发现焦虑就给抗焦虑药物，睡不住就给安眠药。这种方法见效快，但问题是它让你的身体产生依赖性，长期下来，你的大脑会失去自然产生这些物质的能力，就像拐杖用久了腿部肌肉会萎缩一样。相比之下，中医的方法是帮助5脏6腑自己恢复正常运作，让身体重新学会自然入睡的能力。
这就像教一个人游泳，而不是给他一个游泳圈。让我分享一个来自台北医院的真实案例。有位西医师林佩君，他本身也是失眠患者，长期依赖安眠药。后来他决定尝试中医的方法，开始研究黄金水的效果。林医师选了10位轻度失眠的病患，让他们在继续原有治疗的基础上，每天晚上加喝一杯黄金水。3周后的结果让他惊讶，10位病患中有7位明显改善了睡眠品质，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。更重要的是，这7位病患开始逐渐减少对安眠药的依赖，其中3位甚至完全停止了药物治疗，但睡眠品质比以前更好。林医师说，我一直以为中医是不科学的，但这次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医学。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中医不是迷信，而是另一种更深层的医学理解。西医专注于症状的消除，中医专注于根源的调理，两者并不冲突，反而可以互补。黄金水的作用机制虽然和西药不同，但效果是可以验证的。它不会让你立刻昏睡，但会慢慢调整你的体质，让你的睡眠变得更自然、更深沉、更有品质。这不是玄学，而是医学；这不是迷信，而是智慧。当我们学会用更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不同的医学传统时，我们就能为自己找到更好的健康解决方案。让我们放慢节奏，深入探讨中医养生的真正哲学。中医不只是治病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我们常说治未病，意思不是等生病了才治疗，而是在健康的时候就开始保养。养生不是追求长寿，而是守住每一个夜晚的安宁。当你能够每天晚上安然入睡，自然醒来时神清气爽，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。金钱可能会失去，地位可能会改变，但一个好的睡眠品质是任何人都无法从你身上夺走的。《黄帝内经》中有句话，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当你的心境平和宁静时，体内的真气就会自然流畅，精神也会回归内在的平静，疾病又怎么可能找上门来呢？让我分享另一个感人的案例。台中有位在科技公司工作的女性，35岁，因为工作压力导致严重失眠。她每天要管理一个20人的团队，白天开不完的会议，晚上回到家还要处理家务，照顾孩子。他的失眠症状很典型，躺在床上脑袋停不下来，不断想着明天的工作，越想越焦虑，越焦虑越睡不住。这种恶性循环持续了2年，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到了崩溃边缘。后来他遇到了一位老中医，这位医师不但给他开了黄金水的配方，更重要的是教他一套睡前的呼吸法。每天晚上喝完黄金水后，他会花10分钟做深呼吸练习，让心境慢慢平静下来。神奇的是，2个月后，他不但恢复了正常的睡眠，工作效率也大幅提升，人际关系变得更好，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内在的平静和自信。他说，我终于明白，睡眠不是时间的问题，而是品质的问题。现在他每天都会固定时间喝黄金水，这不只是治疗，更成为他的生活仪式。他把这个简单的动作变成了一种与自己对话的时间，一种从忙碌中抽身的方式。这就是中医的智慧所在。我们不只是在治疗疾病，更是在教导一种生活方式。黄金水的价值不只在于它的药效，更在于它代表的一种对自己身体的关爱和尊重。当你每天晚上为自己准备这杯温暖的饮品时，你实际上是在告诉自己，我值得被好好照顾，我的健康是最重要的。这种心境的转变，往往比任何药物都来得有效。现在让我分享3个流传千年的民间助眠妙招，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积累下来的生活智慧。第一招，泡脚加盐。每天晚上用温热的盐水泡脚20分钟。这个方法看起来简单，但效果惊人。盐能引火下行，帮助上升的阳气回到下焦。同时温热的水能促进血液循环，让全身都暖和起来。古人说，富人吃补药，穷人泡泡脚，这句话一点也不假。脚底有许多重要穴位，
包括涌泉穴、太冲穴等，通过温热刺激这些穴位，能够调节全身的气血运行。很多失眠的人都有手脚冰冷的问题，泡脚正好可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。第二招，睡前梳头摆下，用木梳或牛角梳从前额开始，向后梳到颈部，重复100次。这个动作能疏通头部的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同时也有很好的放松效果。梳头的时候要用心去感受每一下的节奏，让你的注意力从白天的烦忧中转移到这个简单的动作上。这实际上是一种移动式的冥想，能帮助大脑从活跃状态慢慢过渡到休息状态。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是100下？这个数字在中医里有特殊意义，代表圆满和充足。当你梳完100下后，头部会有一种温热舒适的感觉，这就是气血被疏通的表现。第三招，一杯黄金水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。在前面2个准备动作做完后，慢慢的喝下这杯温热的黄金水，不要急，要一小口一小口的品味，感受它的温暖从口腔一直延伸到胃部。这3个方法结合起来，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睡前仪式。整个过程大约需要40分钟，正好让你的身心从白天的紧张状态完全放松下来。你可能会想，现代人哪有这么多时间做这些事？但我要问你，你每天花多少时间滑手机，花多少时间看电视？如果你愿意为自己的健康投资40分钟，你得到的回报将是一整夜的安眠和第2天的精神饱满。这些不是偏方，而是祖先智慧的积累。在还没有安眠药的年代，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些方法来保养身体、调理睡眠的。生命很短，不要浪费在辗转反侧的夜里。每一个失眠的夜晚都是对生命的消耗，每一次靠药物才能入睡，都是对自己身体的不信任。但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选择一条不同的路。我不敢保证黄金水是万能的仙丹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它承载着1000年来中华民族对健康的理解和智慧。当你开始相信自己的身体有自愈的能力，当你开始用温和的方式对待自己时，改变就已经开始了。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尝试21天的黄金水调理。21天足够让你的身体记住新的节奏，足够让你的心灵找到新的平静。你不需要复杂的仪器，不需要昂贵的药物，只需要3样简单的食材：生姜、红枣、陈皮。每天晚上为自己准备一杯温热的黄金水，就像为心灵点亮一盏温暖的灯。记住，治疗失眠最重要的不是找到快速的解决方案，而是找回对自己身体的信任。你的身体比你想象的更聪明，它知道什么时候该工作，什么时候该休息。你需要做的就是给它一点帮助，给它一点时间。从今晚开始，收回属于你的夜晚，不再让失眠主导你的生活，不再让药物控制你的睡眠，用最温和的方式找回最真实的自己。当你能够每晚安然入睡，自然醒来时，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健康，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那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记住这句话：黄金水一杯，好梦一整夜。这不只是一句口号，这是对美好生活的承诺，也是对自己最温柔的祝福。